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初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甲伊挂保证，讲伫咧共和党领导人任期内底，未对台湾采取行动。针对这件代志，目前咱国甲中国是拢也无回应。主持人问川普，伫川习会敢真正无讲到台湾的代志？ Would you order U.S. forces to defend Taiwan? You'll find out if it happens, and he understands the answer to that. Why not say This it? never even came up yesterday as a subject. He never brought it up. People were a little surprised at that. He never brought it up because he understands it, and he understands it very well. They understand what's going to happen, and he has openly said, and his people have openly said at meetings, we would never do anything while President Trump is president, because they know the consequences. 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发言人刘平虎并无正面回应，川普是毋是真正有受到习近平或者是中国官员对台湾的相关保证？伊进前就讲过，中国绝对无允准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甲台湾自中国分裂出去。白宫也无进一步说明习近平或者是中国的官员当时向川普传达过，伫共和党总统任内未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 川普讲，习近平30伫南韩的会谈，并无讲到长期以来将有争议的台湾问题，重点是放伫咧美中贸易也有紧张的局势。国际社会正注意的是无答案。伊当阵咱外交部有讲，有一直伫咧关心注意美中高层的互动，台美之间互信友好，沟通正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各位乡亲，咱来关心天气。 关岛西南边的海面目前有一个风台海鸥，当地加向菲律宾的中部，对咱台湾是无直接的影响。因若这2天水汽有慢慢减少，到摆时温度回升的情形就会较明显。台北市区半日透早湿湿凉凉，有些搁落蒙蒙雨，有的骑车人也是穿雨衫。气象署按照6点后，东北季风减少，水汽就会大大减少。 河区所受范围到桃园以北，宜花地区也有一寡局部地降雨。周3之前的话，北部、东北部甚至东部的话，整天的气温大概都介于19到24度之间，感受上是比较偏湿凉。那中南部的话，早晚也是比较偏凉一点，低温大概22到23度左右。不过白天那个高温，中南部都可以来到大概接近29到30度左右。 在关岛西南边海边的热带性低气压，在暗时8点已经发展成做今年第25号风台海鸥，目前强度是轻度风台。气象署预测未来有机会增强做中度风台，不过伊路线偏西，调向菲律宾中部，对台湾无直接影响。预计到了周2这天就会通过菲律宾的中部群岛，然后在周3的话会进入到南沙岛海面，之后再往这个越南方向前进。那离台湾的话，相对来说有一段距离，所以直接影响台湾的几率是比较低一点。7、7、7、8是这礼拜水气上少2日，官方也一日比一日回转来，各地大部分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今日伫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东半部甲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雨。爱细致山区道路较湿滑。记者综合报道。 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全台湾拢较凉冷，北部甲东部较会落雨。咱来看云图。今仔日水气较高，北部、宜兰甲花莲较会落雨。日时的高温干那20度至24度，其他的所在大部分是多云好天。因若中南部甲台东日时的高温有到30度，干那山区会小可有雨雪啊。 这2天水气有较减少，拍算拜3暗时有机会会当看到6年来上大粒而且上近的月亮，也有今年上光的内蒙扫帚星甲西亚座流星雨。 受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宜兰花莲等地有局部短暂阵雨，不过7日下晡水气减少，其他地区是多云到好天。台北天文馆表示，若一直好天气，民众机会看到又搁大又搁光的满月，因为初五暗时9点19分，月球会行到离地球上近的所在是356978公里，是今年上大的满月。 月亮绕地球是椭圆形轨道，所以有的时候离地球近一点，有时候离地球远一点。 所以每一次的满月，远近不一样，大小就会不一样。所以11月5号是今年的最大的一次满月。
除了上大晚会，今年上光的内门会场有机会伫车北过前1点间，光度上大，用上烫的吊徛甚至目睭都能看到。帅气伫后边的沙洲流星雨，今年极大叫伫17，每点钟天顶数差不多10秒左右。流星的特点是速度真紧，常常拖真光的尾。感觉蛮浪漫的，一瞬间然后就不见了，可以许愿这样。有机会会想看这个流星雨，因为觉得流星雨就是只有33年一次，就蛮酷的。台北天文馆指出，迄一暗辐射点伫11点30分升起了后，流星会豆豆增加。民众找一个较开阔、光害少的所在，就用轻松用目睭欣赏这场冬季流星雨。初五暗时，天文馆也伫国父纪念馆广场办上大晚会快闪活动，邀请民众到底欣赏这摆近6年来上大的超级晚会。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刷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有3个越南籍4年的移工，今年5月份去互诈骗集团车做是车手，短短9个月时间，因不法的所得有甲420万，69个人受害。那这3个人已经被判刑，上重的判爱关12年2个月。来看联合报，国军买装备甲营建工程的进度有去前着，目前国防部上新的报告证实，即马还未交回装备，包括 F-16战斗机。也那美国是已经在咧赶工课。过来看中国时报，台北市府长期卡手无够，有议员讲目前要欠8300个人，占10.8%，其中公务局欠人的比例超过12%，恐惊会影响到公共建设的进度。那公务局这边是讲，已经有增加专业的加级甲奖金，希望会当甲人才留落来。咱继续来关心非洲猪瘟疫情。台中市府扩大环境的采检，也有封锁的范围，而且嘛增加高风险的场所。不过农业部讲，国军去低调消毒了后，台中市府昨昏煞是阁派人去消毒，安尼惊会去影响到采检。然后台中市府这边是回应讲，是因为动保处的人员有误解去，才会家己阁走去消毒，所以会严格处分，嘛袂允准任何扰乱防疫的行为。巷仔出入口站起来，无要货车进出。台中标出非洲猪瘟进入第11日，启动第3阶段关键防疫。台中市府宣布扩大封锁限制市场周边道路，而且注重采检附近2个沟仔拢是阴性。附近排水沟跟这个岸场连接的这个排水沟，那水质抽验是阴性。另外呢它门口的这个道路我们有一条巷道，我们把它封闭避免这个岸场它被扰动。不过农业部记者会批评，咱的市场伫国军消毒了后，净地原本初3正常采样，不过台中市府初2发起清消扰动，会互检测结果误判，违反台中市府违反工作内容，希望防疫中央地方爱合作。在今天又进场去清消，那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清消的理由何在？因为一般我们在做采检的时候，一定要等所有的那个清洁剂都干了以后去采检才有效。面对这样的非洲猪瘟，我再次强调，一定是中央跟地方一定是通力合作，而不是一个自走炮。不过市场是不是永久禁止？农业部表示，公这上过早，猪农意愿也无悬，后续也会评估。不过中央甲地方拢承认，防疫上对市场第三无执行规范，一般疫调方式也无法度要求经济经济有修法的空间。猪粪的一个堆积的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防疫的部分，因为并没有做相关的一个规范，就是说它要多久清除一次。猪农看是不是让我们可以进去，一般我们是不会强制进入，除非说你有接获到特别的讯息，说这一场有异常死亡情形。台中市宣布，初3开始将喷掩埋场由原本的4个减少做1个分散掩埋场，原本后里部方2个掩埋场会先设定围篱，民众通报太平区、山区有民众饲6只山猪，也得照顾风险场合来访视。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台中正咧加强非洲猪瘟防疫的工作，农业部嘛强调讲有抗定位查，防止有野猪来食掩埋场的喷。那农业部长陈俊贵强调讲，接下来这4天是关键期，若有任何的疑虑，就会考虑延后猪仔解禁。
台中市里场爆发非洲猪瘟，目前进入第3阶段的强化工作。因为也伫咧病复检复期，农业部强调，这个阶段是关键期，袂当放松。下阶段严防猪接触喷、设置电飞离、含挂线自动相机监测，已经启动17个喷掩埋场的巡查工作。那目前已经完成了雾峰还有后里这2个厨余掩埋场附近，已经设置了12台的自动相机，其余的我们也会尽快的去完成这些自动相机的架设。应变中心也请各县市检视猪仔为8月到今死亡的状况，看敢是会当找到一寡着电视机的较大数量死亡，敢会当进行推判有潜伏期的病毒。因为台中市府伫国军清消了后，搁派人清消，可能影响采检进度，搁敢是影响改检时程。农业部长陈俊贵强调，后手5日是关键期。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针对所有的猪场的死猪都要做 PCR 检测，就是这个目的。那如果说有任何的怀疑的话，我们就会考虑延后了。因为伫这疫情，猪仔禁运禁台连续管制15日，预估会有超过30万只猪等待就饲。农业部会邀集饲猪协会等单位开会讨论。顶当时大家拢看啊，拢无吧，就连明星班拢无吧，大家大量购买啦。如果价格要叫大家来亏钱，干脆就不要做了啊。就是甲肉、甲油、甲分离，对人来讲是无差，但是最主要差别就是讲油真俗啦，肉是较行情价，所以你愈济油来讲，对阮来咧台的人来讲是愈不利啦。冷冻肉品工会强调，一般7个月生猪，一只大约125至130公斤，肉的比例大约是54%。即马加饲15日，可能大到135至140公斤，油较济，肉只占48%至50%。也强调，工会会配合政府的政策，协助消化这猪仔。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我来看国际消息。亡灵节这个节日是墨西哥真重要的传统节日，不过今年却是传出意外。俄罗阿潘市的市长卡洛斯，伊参加亡灵节活动的时阵去互枪杀，不幸死亡。那墨西哥总统是大力谴责，嘛表达深深的哀悼。民众伫咧墓园内面点蜡烛，因为因相信安尼死人伫咧亡灵节期间，互过身的亲友倒来人间的路照较光，抑佫用菊花、香气加色彩做引路灯，替亡灵指路。闹热温馨的亡灵节是墨西哥重要的传统节日，规家人伫咧墓园守暝，用音乐加鲜花纪念过身的亲友。Esta es una tradición que nos han heredado nuestros padres. Pues nosotros tenemos la creencia de que el día 1 y parte del día 2。因过今年亡灵节所传来悲伤的消息，面对很久的乌鲁阿潘市市长卡洛斯，伫咧参加亡灵节庆祝活动时阵遭受枪击，伫咧现场甲民众拍照好这张翕相，是被记录的最后的身影。伊长期以来呼吁政府采取更加侪措施，解决暴力甲毒品犯罪问题。Los agresores aprovecharon la vulnerabilidad de un evento público para realizar el ataque. Condenamos enérgicamente este crimen y tengan la certeza de que no habrá impunidad. Como en otros casos, llegaremos hasta las últimas consecuencias para que este acto cobarde sea plenamente esclarecido y todos los responsables sean detenidos. 墨西哥总统肖恩·鲍姆伫社群平台发文谴责这件谋杀，并且向卡洛斯的家人甲市民表达深切的哀悼。墨西哥安全部讲已经抓到2个嫌犯，另外还有1个人死亡。乌鲁阿潘市农业正兴，主要是生产油梨啊，收入袂歹，所以也真济乌帮争夺的战场。这件谋杀案让人看到墨西哥对政治人物的暴力问题依然正严重。这几年来已经有50-60个市长甲记者被杀害。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墨西哥的亡灵节，有淡薄仔像咱台湾的清明，是怀念祖先甲过往亲人的日子。后来在地去西班牙殖民了后，万圣节活动团一摆，嘛发展出装塔甲游行等等的活动，用欢喜的气氛来悼念，同时嘛带动在地观光的产业。在这个万寿菊花田内面的大型人头骨雕像群，看起来真壮观。人徛伫咧伊边啊，才知影讲伊有偌大仙。每年亡灵节来进前，墨西哥各地拢会办各种特色的节庆活动。
阿特利斯科地区邀请艺术家设计纸雕工艺作品，一寡超过3公尺宽的艺术雕像，材料是纸浆加纸板，是墨西哥自殖民时期流传到这卖的工艺。Es un trabajo artesanal extraordinario, por lo tanto, reitero, sigamos con estas tradiciones. Y es muy representativo, es parte de nuestra cultura, es parte de nuestra educación. 墨西哥每年的亡灵节就敢若是台湾的起名，是对过身的祖先甲亲人表达怀念甲敬意。受到古代阿兹特克甲玛雅文明的影响，墨西哥人认为死亡毋是生命的结束，是另外一个阶段的延续，也相信往生者的灵魂会阁转来人间。伫咧西班牙被殖民了，天主教的万灵节甲原住民的仪式融合，佮加上最近万圣节文化。和现代亡灵节的接近活动，袂输敢若是嘉年华会庆典。Algo que llevamos años haciendo, una herencia que nuestros padres nos dejaron, que nos enseñaron, y a nosotros la verdad nos gusta. Para nosotros como venir, como ya se acerca la fecha, cambiar esas ropas, porque prácticamente el mantel que está. 伫咧墨西哥东部的一个店火木市，每年亡灵节，民众拢会将亲人的骨头摕起来清清咧，再搁放入去厝新背部的茶盒内面。有一寡人甚至会将亲人的骨头讲话，代表生甲死之间无界线。这项融合玛雅甲天主教的传统，互人看作是对祖先的思念甲尊敬。亡灵节还有一个重要的象征物，就是感觉式的万寿菊。万寿菊被认为是伫亡灵节期间，会让引导亡魂转来人间，是阴间甲阳间之间的连结。一般人拢是将花插伫咧已经过身的亲友相片边啊、墓仔埔或者是厝内祭坛顶头。亡灵节这段期间是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Hay otros componentes, como el papel de China de diferentes colores, las velas, las fotografías, el alimento, etcétera, etcétera. Pero no sería un altar de muertos sin la flor, sin el cempasúchil. 墨西哥的特拉霍穆尔科这片万寿菊的花残，伫疫情期间业务拢停落。不过危机也是转机，会让尾也想讲规期间花园对外开放，互游客来遮买菊花，也让翕相拍卡。其他的花农也开始学这种观光花产的经营模式，花农的收入增加，也带动地方的经济。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墨西哥看煞，咱来关心英国的消息。伫英国有一台火车顶，竟然有人举刀啊乌白杀人。造成上无至少10个人受伤，其中9个人有性命的危险。那这个嫌犯竟然还阁想要逃窜，加在有去警方随掠起来。发生在一列车停伫月台边，月台甲铁轨路有不少检测人员咧翕相收证。英国当地初一一个会南约克郡顿卡斯特车站要开向伦敦国王十字车站的列车，伫经过剑桥郡亨廷顿车站进前，向10人提刀堵上无熟悉的乘客。I was in Coach G and there was quite a few people coming through Coach G and one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coming through had my headphones on, then heard them say, they've got a knife, I've been stabbed. 其他乘客紧急报警，也通报火车驾驶，互驾驶紧急将火车停伫东英格兰的市级小镇亨廷顿车站，然后警方全副武装赶到现场，逮捕被夺走的2个嫌犯。Police responded to the incident just before 8 p.m. this evening, and they were able to neutralise the threat. 伫月台等车人指出，迄时阵看到火车内有人受伤落火，火车停落来开门了后，真侪乘客受伤逃出车厢，也有人身躯带火者。警方初步统计，至少10人受伤，其中9个人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已经紧急送医。英国首相斯卡尔知影了后，伫社群平台 X 发文表示，案件是真惊人，互人真烦恼。也慰问所有受影响的人，而且感谢紧急部门应对真紧。目前警方要进一步调查嫌犯犯案动机。火车兴奋上，伦敦东北铁路公司已经暂停公司所有铁路路线协助处理相关的调查。公司新闻陈时东编辑。那伫日本最近有真侪所在拢发生有熊走出来共攻击的事件，当地政府嘛有发布出现熊的警示，提醒旅客都要注意安全。不过，煞是有真侪游客直直走去遐，想要看饭仔桥。看过去，山谷中的饭仔树已经开始转红，
组织不少收饭仔游客去观赏。日本宫下县的民族街是台北地区欣赏饭仔叶的上好景点之一。当年秋季拢有不少游客甲外籍观光客去观赏饭仔叶。因为当地大基市捌有不少民众几啊摆看到咸出日，和地方政府紧急伫10月28发布咸出日紧急声明。各地收饭仔步道的出入口搭用日文、英文、中文甲韩文的图案警示牌，提醒游客注意安全。不过游玩无法度挡收饭仔的人潮。I want to be careful, of course, with the bear because there's a lot of signages around. 为了防止咸挖金，民族街的旅游纪念品中有被放咸铃铛，今年的销量比去年增加真多，到达已经卖出20個。数人で歩くように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安全かなと思うので、気をつけていただければなと思います。除了宫城，咸害严重的秋田县，因为市区定传出有咸出日，原本初6要举行的东北地区高校越站接力赛，赛道原本伫街路，改做伫县立中央公园的运动场举行，预料时间上短为目标。另外，原本预定参赛福岛县合法石川高中是顾虑学生的安全，烦恼就算是住所设施附近，也可能拄着咸，所以决定退出比赛。公司新闻单是董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超过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阿富汗9月初才发生规模6.2的地震，造成超过2200人死亡。才过2个月尔，阿富汗伫咧当地时间翻点过要1点的时阵，发生规模6.3的地震，深度敢若10公里。来看加沙停火协议10月初10生效以来，哈马斯已经甲20个人质放回去。嘛已经开始甲罹难者的遗体行回去，以色列今仔日讲已经有阁收到3个人质的遗体啊。根据法新社的报道，墨西哥北部一间超市昨晖传出爆炸的消息，造成至少有23个人无命，11个人受伤，初步怀疑是这电力变压器故障所致。镜头转来咱国内。伫新竹市有一个40岁查某人，伊食酒赛车，启动着一对70、80岁老翁婆，害人当场全无喘气，送病院要是救无转来。根据警方的调查，这个赛车的人伊的酒测值有甲0.87，而且已经照公共危险致死的罪嫌，该依法上班。一对翁某过车道，一年半后车弄到消失伫回边。新竹市北区德公路初2早起11点外发生重大车祸，救护车到场的时阵，2人已经无生命现象。就大概撞飞整个飞出去2-3公尺，所以下来的时候人是不动的。警察表示，80岁姓吴甲75岁姓林翁某为骑车出门挂水果过路，和40岁姓洪的查某人塞纳小特斯拉撞到，现场涂骹拢是血迹，水果落开涂骹，消防队赶紧将伤者送医急救。2名伤者因为一些重大创伤的情况已经皆为欧卡的状况，然后后续我们有加派救护车以及消防车人员到场支援，后续将2名伤者迅速送往台大及国泰医院就做后续的一些急救救治。追撞行人吴姓男子及其妻子林姓女子，造成2人死亡。洪姓驾驶有喝酒情事，全案将依公共危险致死罪移请新竹地检署侦办。洪某送医也救无转来，姓洪的查某人酒测值超过每公升0.25毫克。伊讲前一暗伫厝啉酒，初2早起为桃园赛车到新竹工作，暗过酒未摕，才弄着人。警方才违反公共危险致死罪嫌，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详细事故原因还佫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若伫咧桃园的旧山，昨日有一个查甫人食酒的煞起酒痟，煞是举落来肉上公车，佮甲司机乌白讲，当场就去互警察抓起来上班。车门拍开，乘客还咧落车，啉酒醉的姓张查某人，当硬硬要挤起哩公车，摕一支大型的罗赖肉叶，一直对司机大声喊，车顶乘客惊到要害。代志发生伫初1暗晚6点。万寿路二段旧山派出所斜对面的公车站，司机真冷静，一面打电话报警，一面按打查甫人的情绪，引导伊落车。当然啦，谁都会害怕。如果真的拿武器的话，一定会闪开嘛。警方接报赶去现场，先甲徛伫公车站牌前的姓张查甫人对立，最后顺利将伊压制逮捕。查扣大型罗赖肉1支。专案以刑法第151条恐吓公众罪移送法办。张姓男子酒后上客运公车，拿出预藏的大型螺丝起子挥舞，
并对司机不断咆哮，造成车上乘客及司机心生畏惧。针对高山站牌啉酒醉的乘客就请举武器威胁驾驶一案，桃园客运书面回应，驾驶员随报警处理甲真好势，无造成任何人员受伤。公司会依规定表扬奖励。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我来看这台南新营的火车头，遐拢有排班的客停车。不过有民众讲，伊要去基庇病院，这司机说是直接划价，唔跳表，佮讲这是病院规定的。基庇病院是讲，因并无插手管客停车收钱的代志，不过无跳表直接划价就是违规，上重会罚9万块。台南新营火车站后站附客停车专用车机，有人就网络怨叹，伫后站要坐客停车到柳营基庇病院，司机直接花150元跳表，佮讲这是基庇病院规定的计数。当地人表示，对后站客停车划价是正惯习。从小就这样子，所以也没有觉得特别压抑。既然排的话，基本上如果说有客人来问的话，我就会照他们的模式，先跟你讲说啊，150，然后上车就跟你讲说，我跳表给你看，这样子，因为就是不要跟他们起冲突。记者蔡志迪前站实测坐客停车到柳营基庇，跳表是155；后站到柳营基庇，跳表是伫120到150。虽然差距无大，不过无跳表划价依然是违规。基庇病院也后进有改级定价。医院并无合约之计程车队，民众若是搭乘计程车有相关费率问题，请进价市政府。依照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计程车应该要依规定装收费表，并按规定收费。照规定，计程车拢爱照跳表计数来收钱。台南市公运处表示，会主动联络定情人来查处，若确实无照规定收钱，会依照公路法来对驾驶罚9000到9万。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真侪人拢会用无线的耳机是不了利便。不过，因为这款耳机若放入去壳内底了后，就会自动充电，竟会像行动电源同款，向泉导火爆炸。所以，即马有真侪航空公司嘛规定，像这种无线耳机袂当托运，都要早伫咧分输的。行动电源伫机床内导火爆炸事件常听到，引起飞安疑虑。航空公司禁止托运爱随身查，搁袂当伫飞行期间使用。能源耳机放入充电盒了后，会自动充电，处于待机状态。为着确保飞行安全，中央航空、立营航空、台湾虎航拢禁止能源耳机托运。他有公布就会注意啊，都会带在身上啊。但是蓝牙耳机第一次听到，我觉得蛮合理的，因为它如果是真的会自己充电的话，就是的确有危险性，它就是锂电池。立营航空最近伫官网公告，能源耳机含充电盒属于个人会当查的电子设备，耳机放入充电盒中会自动充电，处于待机状态。若放伫托运行李内，无符合爱完全关闭要求。那充电盒本身里面其实就是电池，然后也是锂电池，甚至部分如果比较大容量的强调电力强的蓝牙耳机，它甚至有时候可以反向帮你当做电源充电。目前航空公司可能就是趋近于比较严格的方式去做限制这样。那最近已经有发现呢，在日本的航空公司呢已经开始在执行了，而我们台湾的国际航空呢也宣布要跟进，提醒旅客在搭乘飞机的时候要听从航空公司相关的规定。根据华航官网规范，行动电源甲备用锂电池袂当托运，爱随身查甲妥善包装，并无特别针对能源耳机品项说明。政府航空是表示，保证无特别针对能源耳机品项规定，也毋过锂电池爱符合联合国测试甲标准手册测试要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本来到拜六礼拜的时阵，真侪诊所拢会休困。不过，若是民众人咧无爽快的时阵，真侪拢会直接冲去大间病院来挂急诊。即马卫福部开始试办休困日轻急症中心。若阵拜六礼拜人无爽快，毋是严重症头的情形，会当来遮互医生看，毋免直接送去大间的。阿嬷透早带两个孙来到台北市联谊附设信义文金部报道，因为两个孙分别发嘴齿疼甲巴肚疼，好佳在徛街附近有假日轻急症中心，可以会当带孙来就医。方便很多啊，而且我们就住在附近，如果我们要去宗教急诊，还要坐车，有一点远。
因为今年年初国内各大病院出现急诊突入，民众医护拢真不满，所以卫福部健保署参考日本做法，为11月初2起，伫双北、桃园、台中等6都13个院所试办假日急诊中心，服务时间是礼拜二也是固定假日的早起8点到暗时12点，由基层诊所医师轮值，专门收治严重分类第3到5级轻症患者。为了解决民众在假日就医不用动不动就到大医院去，那么一方面也疏解一些急诊的压力，那同时呢，让民众可以在社区呢就近的就医。卫福部表示，假日轻急症中心主要处理民众急也毋过无重的病，包括来自科系甲外科系，像发烧、呼吸道症状、胃肠道症状、简单空喙填合，甲小儿急性无爽快症状等5大类，也提供抽血、电工检查等检验项目。另外也宣布，明年115年春节假期有9日，病院甲西医基层各项诊测费、护理费等，会提供加成奖励，鼓励医疗院所伫春节期间提供医疗服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另一个花莲挖达案溪崩山湖崩坏事件，互花莲市算长甲真严重。出动时有真侪第一线的救援人员拢注心投入救灾，不过因的身心嘛承受真大压力。今麦卫福部推出救灾人员咨询的专案，提供这届挖达案溪的事件救灾人员因一年内一人会当有3届心理咨询的服务，希望会当帮助因安心的靠山。9月花莲马达案溪崩山湖1楼，当时除了挖考一线救灾人员，嘛有各地来的志工投入救灾。今日因伫救灾了后，身心承受真大的疲劳，也是情绪无好，影响后续的生活。卫福部设意推出马达案溪方案，提供救灾人员甲志工一年内每人有3届心理咨询服务。可能有些人会有帮助，就是多一个管道。灾民可能更需要吧，毕竟是他们的家园被毁灭，他们才是当事人。卫福部表示，一年内每人3届心理咨询服务无限年龄，也会放宽认定适用。全台合作机构有618间，执行时间为即麦开始到明年10月底。救灾人员也是志工，若是去哩青总方案的官网查询，接洽合作机构预约，准备身份证明文件了后，就会当接受咨询服务。我们是直接会付这个费用给这个服务的提供单位所以是不需要付费的。至于身份的话，你只要是这个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去你有去救灾我们都是从宽认定。精神科医师提醒，救灾人员也是志工，爱注意救灾后身躯心理行为是毋是出现改变，像讲较歹困去、饮食改变、情绪反应较大、无兴趣，甚至爱靠药也是啉酒才会当困，拢要量早接受咨询。通常都是可能会出现超过1个礼拜，而且蛮明显影响我的生活。比如说我变得我没有办法去上班。比如说我很容易紧张，这些迹象就找医生来询问一下。卫福部表示，有关马达案溪方案初步列大票2000万的预算，对于志工身份的放宽认定，未特别审查。毋望需要心理支持的民众，毋通去拍假捞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我来看最近伫咧嘉义大厦有看到一只足大只的青皮豆丁，有超过1公尺长，伫遐咧乱扫。学者就讲，这个期间是青皮豆丁当咧生团的期间，所以较会出现。超过1米长的青豆丁，豆豆我已经到爬起伫树啊，互经过学生带一个，国立嘉义大厦的新民校区，有学生发现学校内底有这种大只青豆丁，学校的教授讲，即马是因生团的季节，所以才会出现这种等时的行为。繁殖的时候呢，这一些大型的公的蜥蜴，它就会有所谓的展示的行为，所以你会看到它颜色会变得比较鲜艳，而且例如说它原本可能是在隐秘的树林里面，在展示的行为时候呢，它会离开这些隐秘的地方，到比较显眼的地方。除了市区的学校出现，伫郊区的南塘校区嘛有学生翕到大只青豆丁。教授就讲，八江溪周边的环境都是青豆丁密度较悬的所在。生态的季节，因透过水沟外的公路，就较会出现伫咱人生活的环境。这些沟渠连接到我们的所谓的巴掌溪的这个部分，大型的公的个体，它也许会沿着这一些渠道，然后就进到比较我们现在认为说比较都市的地方，例如说像我们的新民校区。有看到了，但是东西谁家？当然一定会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有攻击性。
教授表示，逐档的10月到过年的4月是菜头顶生态的高峰期，这段时间的菜头顶较会唔惊人的出现，民众若是有看到，千万唔通家己来抓，也是爱通报相关单位，让专业的人来处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来看有一个国校的台语老师，最近伊设计一本互囡仔使用的工具册，伊用四个放假的方式，互囡仔会当哪看故事，哪练口语。那你问题讲的是来去西雅市，来哦来了，背着写着哦，好来拢伫遮哦。这4个高最囡仔伫台顶朗读的题目是来去西雅市，这是因去年参加新北市语文比赛内容。会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因足介意和爸爸妈妈去西雅市食好料。我先来买蚵仔煎、盐酥鸡、猪血糕、蚵仔面线餐人水，润饼糕、福家己麻油鸡、嗲面酥是古早味。用我家己碗上汉堡，头家加互我搁较侪料，大碗搁满球。我嘛有。我要去食鱼大豆花，我嘛有家己炸我加糖丝。我要掺红豆、绿豆、甲粉圆、土豆、蚵仔、甲牛奶综合的口味，我上介意。不过，伫去年的比赛，因并无得奖，因为即马参加台语读册剧场的比赛有分2个部分，用台语朗读因无问题，但是若是用台语和评审对话就有难度。去学校比赛啊，后来没有得名。我就讲到我就讲到这都是啊。为着要训练囡仔会当用台语对话，除了普通时啊爱食讲台语，因的台语老师魏俊阳也专工出一本台语册，或者伊说句言，内面会当用看图讲故事的方式，互囡仔激头脑，想看卖要安怎对话。会使互伊去练习看图讲话以外，佮会使互伊练习文章朗读，啊，佮有即个阅读测验，佮有即个语句书写，所以变做讲伊已经会当甲台语的听讲读写，伫一个主题内底练习了足清楚的。这本册是专门替囡仔设计，老师讲，不管是要考台语认证，或者是参加全国语文竞赛，拢真适合。因为即马参加台语比赛若得奖，对未来升学拢是有加分的。所以也希望台语出版的册会当愈来愈多元，愈侪参考的册对囡仔学台语来讲就愈有帮助。记者陈轩、林旭凯台北报道。我来关心，根据警政署的统计，青少年的犯罪率有咧加悬，亲像今年1月至8月人数都创下新高。这青少年是安怎的犯罪？背后原因是啥物？青少年关怀协会因即马办展览，希望支持这个骹步打菜少年家，佮重新返来社会，嘛透过职业训练，陪伴因建立自信，找到人生的方向。人讲生前拍鼓有时错，骹步打叉啥人无？根据内政部警政署的统计，今年1月至8月，12岁至18岁涉嫌犯罪的青少年嫌犯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有万多人。经青少年关怀协会长期协助这个骹步打叉的少年，协会表示，犯罪背后也看到家庭支持、教育资源和社会包容这个问题。那我们发现预防胜于治疗，所以说如果我们是能够在社区当中，在还没有发生一些危机的情况，我们就能够认识这些少年的话，基本上他就不用走到司法这个阶段。武栋真正是一个人生找无方向的查某囡仔，因为为协会陪伴来这学做技能课，参加职业培训，尾啊学出兴趣，嘛找到自信。一步一步带你，然后我就觉得比较没有压力，然后工作起来也会比较开心。为着让社会关心这个议题，基青少年关怀协会当年拢会举办展览，让社会大众理解这个青少年为什么犯罪，因犯罪背后的故事是啥，希望透过理解，帮助因回归社会，为社会做出贡献。不管是怎么样的职业培力，帮助他们可以再重返这个社会，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我想这个是我们能够去支持这个协会。一起把它变得更好，让这个社会可以变得更好。主办单位表示，今年展览合作如果各有选择，初心是希望帮助无选择的青少年，会当有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帮助因行出一条无同款的路。记者陈心彤、谢桂林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要带大家做伙来看，伫咧2005年的时阵，卡崔娜飓风，迄当阵是严重损断美国的纽奥良这个所在。一路行来，中建加园之路会当讲是真无简单。伫当地有大学建筑系学生，因用实际行动来甲这个灾民斗相共重建。
即马20年过去啊，因每一年拢替灾区起一栋厝，嘛正做即个社区复原真大力量。伫牛澳梁大街这栋亲像货柜厝，暗过造型前卫建筑，都是当地多人大厦建筑系学生为卡翠娜风灾过后牛澳梁重建打造的新主题。We built a duplex. It's a multifamily unit. So there's 2 dwellings here. Each one is about 500 square feet, 1,000 square feet in total. It's a 1 bedroom, 1 bathroom, and then there's a dual kitchen living area. 2005年8月底，卡翠娜大风台就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牛澳梁登陆了后，军舰超过12点钟了才减弱，超过80趴面积浸水，最后造成将近1400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金。核代票落掉是美国史上上惨重风灾。风灾过后，当地路兰大厦建筑系主动投资重建工作，成立都市建设计划小组，透过设计提到许可过起厝，实际为当地居民提供居住空间。建筑系学生伫学术年度内底为想法设计到申请建造甲实际施工，专程参加起一栋完整的厝，差不多16礼拜要起好一间厝。I think it'll make a positive impact on this community and bring a lot of value and progress here, hopefully. Locals appreciate that A, we're not developers looking to make a profit, we're educators looking to make a difference, and I think that allows them to feel good about what we're doing. They don't. 中埔西爱丁顿对即卖厝充满归属感。When I first moved in, I saw it as a house and sort of as a means to an end. But now I view it as a home. We need to keep building and maintaining affordable housing for people, and especially people of color. 透过这项计划，学生用伫实地专案内底学习，佮为当地社区带来贡献，提供需要居住空间的民众一个真正的厝。伫卡翠娜大风台10年过后，都市建筑计划依然咧继续，用2015年的专案做例，已经是这计划起的第10栋厝，重建计划拢无停过。公司新闻警员庆评价。伫伊拉克甲伊朗之间有一个烂地，已经有7000年的历史。2016年的时阵，红列做是世界遗产。不过，即马这片真珍贵的烂地，当面临可坏威胁，而且政府阁授权，互企业伫咧这附近挖石油，互在地人甲环保团体是烦恼甲袂食袂困。规定的岛礁物种真多，伊拉克南部甲伊朗交界的虎尾查达马地是有7000年历史的联合国世界遗产，也是传说当中圣经的伊甸园所在地。更较重要是，这是自古以来当地居民用来维生的自然资源。不过受气候变迁这因素影响，这片地隔里斯河甲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南马地已经有真侪年因为苦旱，山豆豆咧打起。以前是鱼啊真多，水位有6公尺深的乌木纳桂湖，即马水深干哩只剩3公尺，甚至真侪所在水深拢无加1公尺。居民烦恼，这水到热天会完全打起。不过苦旱毋是上痕惊吓，因最近发现巴格达政府自2023年已经将火山回收区探勘权交予中国业者。最近工程车已经偷偷开入烂地，进行地动勘查，予居民维护环境。挪威起的会堂内底，米桑省的阿布克萨湖川的居民咧烦恼讨论这件代志，因表示一直到当前期居进驻，才意识到严重性。无偌久进前，这个居民牵牛要去南马地放牛，水牛搁互拄啊铺好的电线绊倒。يعني اللي شفته بعيني أنا عندي جاموسات أجيبهن الصبح أذبهن بالهور عمود يرعن ياكلن وهاي ويرجع العصر عليه. جيت الصبح لقيت آليات اختلفن، لا هو مثلا إن واحد بحيرات مال سمك。伊拉克政府讲，石油部甲环境部咧密切合作，确保袂影响南马地生态，也袂进入核心区域。不过，根据发生者摕到上新的影像，这草啊食物已经出现当季海高贵分子。波兰和平组织 PAX 也指出，这已经被修出一条长1.3公里的土路。
环保人士也烦恼，就业公司虽然讲未减少，南亚地核心区，暗过事实上因为可能无遵守规定，进一步造成南亚地打气。إذا صار الحقل النفط هذا الحقبة التاريخية والحقبة الأهوارية هاي اللي صار لها 7000 سنة。伊拉克是全世界上大石油生产国之一，石油收益占政府财政收入的8成外，因讲是国家经济命脉。啊，不过这边代表当地人生活文化甲传承的南亚地，佫是一个珍贵的自然遗产。苦化过去，雨水会佫带来水源，啊，不过南亚地生态若消失，啥物也无法度挽回。公司新闻红土梅报道。讲到密报这种动物，一般拢是暗时才会出来活动，所以伊的形象，真侪人若想到就感觉惊惊。不过，伫个专家的目睭内，密报是会食海棠、卖到野种，其实伊是大自然真重要的英雄。即马保加利亚就当咧积极推动保育的计划。东南欧保加利亚有正丰富的科斯特景观所形成的石灰岩山洞，内面有带真侪密报。估计因的种类有33种，因过因的生态地常常互人类破坏，在地保育专家伫咧推展保护计划，改变大家对密报的印象。Дълги години работим също така за популяризиране на прилепите, правим публични събития и различни кампании, рекламни материали, които помагат на хората да се докоснат. 密报伫生态系统内面是正重要，因掠昆虫食会当帮助控制海棠的数量。你是休困暗时出来，一个月斗3工也是不得止。甲其他同款体型的动物比起来，密报是较长寿寿，有一寡会当活超过40年。专家讲，密报是自然界无名的英雄。希望大家唔通国家甲社会贵联想做伙，感觉大家较无伫咧注重的是这种比山还搁较细，用显微镜看是透明的生物，亲像石化做有空糖，还搁有一对透明实果的液藻类，因会对海水内面吸收二氧化碳，经过钙化形成碳酸钙的保护壳。一年死去了，其中一部分的碳会得到尸体沉在海底，封存几百年。There are few groups of organisms that are able to calcify in the ocean. They are tiny, but they are really abundant. And through their calcification and production of calcium carbonate and eventually the solutions of the calcium carbonate, they regulate the chemistry of the ocean. And they're also able to sequester a lot of carbon from the atmosphere to the ocean and then eventually to the sediments. 科学家讲，伫咧研究温室气体对气候变迁的影响时阵，也应该把含有生物的组合浮游生物考虑在内，安尼先做出来评估会更加全面。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天气的预报。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3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8度至14度。还有这3日的气象。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